各位老友，你有冇諗過一碟叉燒飯點樣可以燒到35億生意？又點解一間大家以為樓下食個飯嘅泰興可以由西灣河一間鋪變成200幾間餐廳嘅上市集團？但係最搞笑又最現實係，越大間係咪就越安全，定係越大鑊？今集快活哥同你查一查泰興成功之道、賣點、新發展同埋背後幾個唔講唔得嘅隱憂。首先講歷史，泰興嘅故事唔係由金融才俊開始，係由真正街市肉檔精神開始。官方資料講，創辦人陳永安先生15歲已經出嚟做嘢，做過街市肉檔學徒。到1989年，佢同拍檔喺西灣河開第一間泰興。嗰陣唔係講品牌管理，唔係講 app， 係講一件事：燒味要快、要穩、要多人食得起。你諗翻80、90年代香港放工一家人食飯，最緊要唔係米芝蓮，係阿爸話快啲啦，我肚餓；阿媽話唔好太貴；細路話我要飲凍檸茶。泰興就係捉中呢個位。港式熟口熟面，分量夠，選擇夠，出餐快，呢個就係第一個成功關鍵，唔係賣驚喜，而係賣穩陣。第二個成功關鍵就係標準化。官方講泰興有獨立生產基地、物流中心，亦推行5常法，用自動食品加工機器，目的係安全、效率同口味穩定。講到白啲，就好似你屋企煲湯，一個阿媽煲好飲唔難，難係10個廚房、100間鋪，每日都要煲到差唔多味道。餐飲集團真正難嘅地方就係將師傅手勢變成系統能力。第三個成功關鍵係多品牌。泰興唔係得泰興燒味，仲有敏華冰廳、阿參雞飯，靠得住一橋拉麵、安金道，仲有新開嘅興哥清湯腩。呢招好似你打麻雀，唔係淨係靠一隻牌食糊，而係手上有幾條路：燒味客、冰廳客、粥品客、星馬雞飯客，全部都係唔同嘅客群。市道差嘅時候，單一品牌好易被打中，多品牌就有機會互相補位。講最新成績，根據泰興2025年年報，集團全年收入約35億3800萬港元，按年升7.5%。股東應佔溢利大約1億0800萬，按年升72.3%，聽落好靚啊嘛！但係快活哥要提醒你，睇生意唔可以只睇總數，要睇邊度升邊度跌。香港同澳門收入約32億7600萬，按年升10.9%，係主力火車頭。但中國內地收入約2億6200萬，按年跌22.3%。到2025年底，泰興總共有224間餐廳，香港197間，內地26間，澳門1間。你見唔見到個畫面啊？香港基本盤仲撐得住，但內地市場係逆風。泰興主品牌仍然係最大收入來源。2025年收入約13億3060萬，佔總收入37.6%。敏華冰廳收入約9億0930萬，佔25.7%。阿參雞飯收入大約2億7540萬，按年升10.4%。靠得住收入大約1億7420萬，按年升25.8%。而且連續多年入選米芝蓮必比登推介。呢啲數字話俾你知，泰興而家唔係一間燒味店，係一個港式餐飲組合。賣點係咩？第一，穩定。你去泰興通常唔係想冒險，係想食一餐唔會太伏嘅飯。第二，速度。香港人最怕等，泰興嘅快餐式流程啱晒商場、午市、家庭客。第三，品牌熟悉感。對50歲以上老友嚟講，泰興唔係陌生網紅店，係我知係咩味嘅選擇。第四，分店網絡，唔使特登揾，商場、住宅區、交通位都見到。不過成功背後有隱憂。第一個隱憂，北上消費常態化。以前香港人週末食飯可能去商場，而家好多家庭一過關，食嘢、按摩、買餸、行商場一次過。深圳一餐飯平，選擇多，裝修靚。香港連鎖餐飲自然被拉去比較。顧客唔會同你講情懷，佢只會問一句：同樣100蚊，我喺邊度食得開心啲？第二個隱憂，內地價格戰。年報都講到，內地餐飲市場競爭激烈，有消費降級、價格戰、成本上升。泰興內地收入跌2成幾，餐廳數量亦都收縮。呢件事好值得留意，因為如果一間香港品牌去內地，只靠香港味道4個字未必夠打。內地客選擇太多，價錢又殺得好狠。第三個隱憂，多品牌可以係安全網，亦可以變成拖網。品牌多，管理難度就高。每個牌子都要產品、裝修、宣傳、人手、供應鏈。如果每個都半桶水，顧客會覺得樣樣有，樣樣普通。所以泰興下一步唔係亂開新牌子，而係要分清楚邊啲係主力，邊啲係試驗。
邊啲要止蝕。第四個隱憂，老香港味同標準化之間嘅拉扯。網民常見反應大概分幾派，有人懷念以前叉燒飯同燒味味道，有人覺得而家加價，份量未必有以前咁抵，有人就話起碼乾淨快有位坐，家庭客最緊要穩陣。呢啲反應唔需要逐句引用，重點係反映一件事：太興越似系統，顧客越可能懷念以前嗰種街坊和氣。第五個隱憂，傳承。創辦人陳永安先生2025年離世，對一間由創辦人文化推動嘅餐飲集團嚟講，唔止係人事新聞，係管理文化考試。第一代靠拼搏、靠口味、靠落場睇鋪；第二代管理層要靠制度、數據、品牌同科技。呢個轉身做得好就升級，做得唔好就變官僚。講新發展，太興其實唔係冇招。第一，會員 App。年報講太興集團 App 推出超過2年，會員超過33萬，呢個唔係小數目。餐飲最怕平台抽佣，自己有會員就可以自己推券、推外賣自取、推電子現金券。講到貼地啲，33萬會員就好似33萬個街坊電話簿，識用就係金礦。第二，新品牌同新產品，安金道、一橋拉麵、興哥清湯腩，全部都係試緊新客群。第三，銀髮經濟，太興旗下靠得住曾經同軟餐項目合作，推出適合吞嚥需要人士嘅軟餐粥品。快活哥覺得呢個位好值得睇，因為香港人口老化，長者唔係只需要平，仲需要可信、安全、易食、有尊嚴。呢門生意唔一定爆紅，但可能好長命。第四，科技同 AI， 年報提到會升級 App， 一站式多品牌點餐。亦都會用先進科技同 AI 工具，減少人手工序，降低成本，提升數據分析。餐飲業而家唔可以淨係靠師傅，仲要靠數據睇邊間鋪、邊個時段、邊個套餐真係賺錢。去到2026年啦，快活哥覺得太興有3條路要行。第一條路，守住香港基本盤，唔好睇小屋邨商場、醫院附近、交通交匯位、家庭客同長者客。呢班客未必日日上網賺你，但佢哋係最穩定現金流。第二條路，內地要精準打，唔可以大包圍，邊個城市、邊個商圈、邊個價位唔啱就快手調整，唔好硬撐面子。第三條路，將老香港味包裝成年輕人都明嘅新故事，唔係淨係懷舊，而係話俾人聽點解一碟穩陣燒味飯喺今日呢個樣樣都快閃嘅年代仍然有價值。快活哥有5大獨到見解。第一，太興真正賣嘅唔係叉燒，係唔使諗。香港人返工日、家庭食飯最怕揀錯，太興就係一個低風險選擇。第二，太興最大護城河唔係一款菜，而係供應鏈同分店管理。第三，內地市場唔可以再用香港情懷硬衝，要用更細分、更貼地、更高性價比嘅玩法。第四，多品牌要做減法，唔係只做加法，唔夠強嘅牌子要快手調整。第五，銀髮餐飲可能係太興未來最被低估嘅牌。因為香港最有消費力同最需要穩定服務嘅，正正係長者同家庭照顧者。最後總結，太興成功唔係因為一碟飯突然發光，而係30幾年將香港人快、穩、熟、方便4個字做到規模。但隱憂亦都好清楚，北上消費搶客，內地市場跌，價格戰，多品牌分散，同創辦人後時代嘅管理考驗。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太興就似一架老牌小巴，路線熟，乘客多，司機有經驗。但而家路面多咗高鐵，多咗網約車，多咗平價巴士，你唔可以淨係話我以前好威，你要證明今日仍然值得上車。你又點睇？你覺得太興係穩陣好食，定係已經貴咗冇以前咁抵？留言講低你最記得邊一間太興，邊一碟飯。覺得今集有用，記得俾個 like share 俾屋企人同老友。訂閱九龍快活哥，呢度唔係投資建議，係商業故事同生活觀察。我係快活哥，下集再同你快狠準測局。